高勝率過去嗰啲球隊，例如活塞嗰啲。不要摸我，如有找傷，後果自負。有個左右門神。佢今日冇出嚟阻街，喺個貓屋嗰度攤唞緊。可能而家熱啊，外面30度。啊！琴日咧有個咩自稱係手提電話號碼嚟嘅，自稱話咩河套醫院打嚟嘅，佢叫我去做一個咩睡眠測試啊，睡眠窒息測試啊，都唔知要幾多錢添，冇問到，唔記得問幾多錢。不過7月先去。唔記得7月定8月啦，到時佢會再通知嘅。話佢上水有車接送過去。早一晚入院，跟住喺嗰度觀察一晚，都唔知瞓唔瞓得着。而家有啲後悔想取消，現在有點而後悔。有冇唔舒服啊？冇舒服過咯，應該調返轉講。會痛嘅地方仍然係痛，好容易攰，會飆冷汗，跟住同埋有啲頭暈眼花、中暑先兆咁樣，輕微中暑咁樣 feel。我嗰個視線望出去係白蒙咗一片嘅，有陣時係啊，都係咁上下咯。平時返工都係咁啊。係咁上下，一返工就病。7月先至覆診啊，4月係睇心臟科，心臟科就係過去睇報告啦，因為
住院嗰陣時照咗 CT。正式覆診係7月。以前咧返小學咧有長短周啊，每逢星期六要返學，我都係咁嘅狀態啊。有長短周呢樣嘢，小學嗰陣時用。